美聯物業舉辦嘅 Park College 新聞發佈會啊，咁由興盛創建及 TPG 精心發展，位於九龍塘全新現樓豪宅 Park College 前排就上咗一樓書啦，隨即咧就獲得咗市場嘅高度關注。不如我哋先由發展商代表周生同大家講下項目嘅最新消息先啦。各位傳媒朋友、各位嘉賓好。Park College 咧就罕有珍貴啦，同埋今日咧介紹俾大家參觀嘅7B 3022尺，都係咧5套房嘅設計。7B 嘅複式戶咧，我哋命名為咧係 Barolo Sky。Barolo 咧係意大利紅酒之王，寓意咧即係咧 Park College 咧係活出喺九龍塘意式品味高尚嘅生活。7B 呢個 Barolo Sky 咧3022尺啦，有5套房嘅設計，罕有珍貴，3米半嘅樓底啦，同埋咧呢個客飯廳嘅牆咧有12.4米咁長嘅。廳咧望到咧近望到就係嗰個九龍仔，同埋咧遠望到咧就係獅子山嘅全景嘅。呢個複式嘅上層咧，咁仲有一個偏廳嘅，咁就可以俾家庭嘅成員啦可以去傾偈啦。嗰度咧有200多尺，咁咧就有個私家嘅樓梯咧上去呢一個天台1192尺嘅天台花園，同埋咧有一個私家嘅電梯咧上落呢個 Barolo Sky 嘅。多謝各位。